今日睇 Uni-Resident 示範單位。Uni-Resident 地址喺沙田顯和里7號，總共有240伙單位，由永泰地產及萬科香港合作，預計入伙日期係2026年9月30號。發展商提供2房同1房嘅示範單位。第一個係 B 單位，2房實用394尺。今次配備韓國 Hyundai 智能門鎖，結合視像同門鈴功能，具備7種開鎖方法。浴室寶係 Panasonic。對面仲有個鏡櫃，收納空間充足。上面嘅呢個位呢，就收埋咗個3相電箱。房間長2275mm，闊係2050mm。接住落嚟，1房係 D 單位，實用293尺。呢種 L 型嘅櫃板用耐咗呢，驚佢墜落嚟，因為佢2塊板呢得一邊承受住。房間都幾寬敞，2550×2125mm。
房嘅洗手間呢唔算大，但係都裝咗2個鏡櫃。最後呢，都提一提有興趣嘅客人，樓書有一頁嘅斜坡維修呢，你哋要知嘅。有興趣嘅話呢，記得追蹤我哋 channel。多謝你哋收睇啊！